當遇到辦公室搬遷或更改網絡路由器等情況嘅時候，影印機會因為 IP 地址嘅改變，導致唔能夠正常喺電腦列印文件，需要於影印機更新 IP 地址，以及電腦重裝印表機驅動程式。首先需要變更影印機嘅 IP 地址，先點按系統選單或計數器按鍵，於列表內選擇系統或網路後點按 OK。再按 OK， 用數字鍵盤輸入有管理員權限嘅使用者名稱與密碼，預設名稱為 admin， 預設密碼為機身序號，否則同樣輸入 admin， 需要依照大小楷輸入。完成後按登入，選擇網路設定，進入有線網路設定。選擇 TCP 或 IP 設定，進入 IPv4 設定。進入後，點選並更新相應嘅 IP 地址資料。詳情請諮詢你嘅公司內部 IT 網路管理員。另外，亦可設置自動分配 IP 地址，只需開啟 DHCP。以及開啟 Auto IP。設置後 ，IP 資料會喺連接路由器時自動分配。只不過為免之後會有變動，建議分配新 IP 地址後，再次關閉 DHCP， 將 IP 資料改為手動輸入。無論以手動或者自動設置 IP 地址，最後都需要重新啟動影印機以生效設定。於機身前按下圖中嘅電源按鈕，點按是將影印機關閉，然後可以再次啟動設備以及重裝驅動程式。驅動程式嘅安裝方法可參考有關影片。